今日來到亞鏈房睇一個複式單位。首先呢個單位有3層組成，每層約600尺左右。第一層為一廳一廁一廚，前座光猛對大街。再睇睇上層，第2層為雙套房設計，房間夠晒大，3邊落床都冇問題，而且全部都有明窗。這間套房更大，還設有衣帽間。最後睇埋第3層，超大套房，陽光入屋，天台仲可以 BBQ， 達1800尺可用空間，總價細，月供不用過萬。小編有時有興趣，快啲聯絡小編約睇啦。